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婚林高科的华山共有6宝香菇，这个茶仔油、茶米、咖啡、竹笋甲芳蜜，所以华山相关的店家设计一个6宝日式的便当，只要食这粒便当，就会当做一届食到华山6宝。 高科好山好水，其中各出产香菇、茶油、茶米、咖啡、芳蜜、有竹笋，是在地的农产6宝。华山相关的店家设计一个6宝的日式便当，让游客当做一摆食到所有的农特产。 日式餐盒其实形式上看起来它比较有质感，而且它保温的效果会比较好，而且它这个餐盒可以带着走，就是说我们可以把餐盒借给你，然后你可以到华山的比如小天梯、情人桥或者是其他店家去吃这个6宝餐盒。不过考虑到准备食材的问题，乡亲若是想要食，爱提早3天来注文。 因为它是有结合我们的华山在地的农特产品，就是桂鸟跟笋子这些东西，所以它要事先准备起来。游客若是有到高科华山买当来食看卖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鱼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